来继续要来讲这个翠暗实名制，即摆是大人14天9片，囡仔14天10片，一片是5块。啊，打来讲要降1块哦。食药署决定，明年的元旦开始，大人甲囡仔翠暗拢调整做14天10片40块，而且工厂直接就会甲10片创作一个包装，唔免搁互药房废弃，安尼来包装咯。 每2礼拜一摆，民众都爱算准时间去报到，是明一个翠暗定时定量。大人14天9片45块，囡仔14天10片50块。因为即卖市面上一般阿爸种的医用翠暗一片的计价，甚至比实名制一片5块搁较俗。食药署决定讲，为明年开始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，拢改为14天10片，并且降到40块，民众会使搁省淡薄仔钱。我们都是买的口罩啊，一片真的只要1.3块左右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怎么价钱变那么高？对啊，所以降1块还是有差哈。有差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政府定了一个5块钱这样的价格，所以整个价钱拉抬起来。现在价格一直在往下降，但是可能是降不回去。像以前在还没有疫情之前的话，一盒是150块钱，这个价格是降不回来的。像记者脸上现在所戴的这个双钢印的实名制口罩，一片是5块钱。不过呢，您可以看到药局现在有很多彩色的口罩，像是橘色、黑色、紫色、粉红色，它们一盒都是2.99，换算下来已经跟实名制口罩价钱不相上下。自由市场翠暗是愈来愈俗，慢慢回到较合理的计数，嘛好上更严的翠暗会落价，而且直接由工厂分装好邮局，药署就免搁分装啊。时间上是差非常多，因为以200个人次来讲，药师在花费的时间最少都需要每天额外的2个小时来光做包装。厂商他如果是无菌的，或者他整体作业一下子就包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的。是讲生产甲包装已经直接处理好啊，无药处理过，这个品质敢会出问题，这是另外一种考验。